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初2，以赛亚书46章40安尼讲：临到年老，我拢相款；到恁头毛白，我也会甲恁扶持。我创造恁，为甲恁抱，我会继续甲恁拍，甲恁解救。三甲来祈祷，教阮头毛白，也会扶持阮、抱阮、拍阮，教阮解救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带着谦卑甲活靠的心，来向你献上阮的祈祷。主啊！阮知家己是软弱，阁无开力，伫人生的路途中，充满困难甲试探，总是阮相信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无放杀阮的主爱天父。主啊，求你用大能的手扶持阮，伫阮软弱的时，加添阮开力；伫阮夜静的时，扶持阮，互阮用信心来倚靠你。主啊，到阮年老，你拢相款；到阮头毛白，你也会甲阮扶持。你创造阮，会甲阮抱，你会继续甲阮拍，甲阮解救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